咧就跌緊10點嘅。好啦，節目時間都夠啦，陣間咧10點3咧都會繼續有理財博客嘅，轉頭再見。歡迎翻到嚟節目時間啦，我係曾希文，再喺度提大家有任何股票上嘅問題，歡迎大家打嚟1872110，又或者電郵俾我哋同我哋傾下嘅。先同大家睇睇焦點。恒生指數失守20天線，琴日下挫184點之後，今朝早低開45點，中資電訊股受壓，中國移動領跌。渣打方面，今日將會公布業績，市場已經有咗共識，盈利將會按年倒退，更加關注就係資本水平嘅情況，會唔會需要供股集資等等。渣打現時股價偏軟。另外，漢能薄膜發電發盈喜，年度純利按年增長有50%，而股價今日再破頂啊，高見過5個5毫6嘅位置。跟住落嚟啦，同大家睇睇大市方面嘅表現啦。見到大市方面今日未能夠做好啊，咁啊低開45點之後呢，亦都跌穿埋20天線添啊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嘅時間交俾家寶啦，同大家講講港股嘅最新市況。冇錯 ，Claudia 即刻同大家講翻俾 Claudia。唔該晒家寶啊！咁啊，另外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分析一下啲零售股，就請嚟啦耀才證券高級分析員阮志希噶 Harry 你好。早晨啊 Claudia。早晨，咁啊先同我好啊，咁啊 Harry 我哋今節都先傾住咁多啦。下節翻嚟會接聽一下家庭觀眾電話啦，轉頭見。